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文傑新時代頻道，我係劉文傑。今集想同大家去講下呢，尋日已經同大家提過嘅黎智英案裏面佢今日嘅求情嘅情況嘅。當然今日只係第一日嘅求情啦吓，咁佢我冇記錯嘅一連3日嘅求情嘅吓，求都求3日啦，你諗下佢黑得幾犀利啊，係咪？咁我哋就會講下求情嘅情況嘅。但係今日呢，想同大家講嘅呢，唔係啲咩求情嘅嘢。點解呢？因為啲戲肉未出現啊嘛。今日想同大家講呢，就係喺求情嘅時候呢，喂，黎智英竟然被爆呢，坐監坐到肥咗又靚咗喎。喂，好少有㗎嚇！你睇下嗰啲泛民嗰啲坐完之後，個人又話咩又瘦咗啊，跟住三高又低咗啊，成日等等又健康咗啊咁樣。喂，肥咗又靚咗啊，真係少咁啲㗎，冇乜人咁做嘅，冇乜人係可以坐到咁嘅。但偏偏黎智英就坐到咁啦。咁之前嗰啲咩愛妹啊，佢個仔啊，佢個女話佢嗰啲就快死啊嗰啲咧嚇，咁投胎差唔多㗎啦，咁樣飲緊嗰啲湯唔係普通湯啊，唔係咩青紅或豬骨湯啊，孟婆湯咁樣。咁原來呢啲係廢話嚟嘅嚇，原來呢啲全部都老作嘅啫。我覺得咧，既然黎智英咧坐咗監之後，又靚仔咗，又健康咗嚇，你睇下佢嚇坐完之後個人都順良埋啊，個樣好似係咪先？咁嘅話，不如就坐耐啲啦，可能身體更加健康添啊，係嘛？咁到底成件事係點呢？我哋陣間一齊睇睇。喺影片開始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記得撳埋個當當掣，揀個全部，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好啦，咁多位咁想同大家講講呢，就係今晚係冇直播嘅，我已經係攰到碌竹咁樣噶啦，個個見到我都話我瘦咗啊，係有啲攰啊 ，OK， 希望可以瘦多啲添啦嚇，咁所以今晚呢，就因為都真係聽日又要早起身，要同大家繼續跟進啲嘢，咁所以今晚係冇直播嘅。幫我睇多啲段片，睇多幾次啦嚇。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去講一講咧，跟進一下黎智英案件情況嘅。咁案件呢，今日就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嗰度進行噶啦，預計需要咧就係玩成3-4日嘅嚇。咁今日完咗之後，仲有3日。咁庭外面咧一早已經有大批嘅市民咧同埋黎智英嘅支持者咧就排隊㗎啦。星期5晚已經開始咧有人係排隊，係上個星期5已經有人排隊，仲要係連續幾日係冒住嚴寒咧，就話要睇黎智英嘅，又話咩見日少一日啊等等嘅嘢啦嚇，咁好似過咗嘴有佢快啲去死啊去投胎啊咁樣噶啦嚇。咁今日咧警方好好嘅就係擺埋啲鐵馬喺度咧，就維持秩序啊，驚啲人咧借勢搞亂檔咁樣噶。咁今日仲要出動埋呢個劍齒虎嘅裝甲車同埋警車去戒備啊，咁都係驚啦，驚嗰啲人喺度搞屎棍啊嘛，係嘛？正常嘅。咁跟住咧就黎智英個老婆李允琴都到場嘅，不過黎智英啲仔女好似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你睇下啲仔有幾孝順啊，係咪先啊？咁好多個唔同國家領事嘅人士，咁同埋啲反對派嘅頭目，包括劉慧卿都有入場旁聽嘅，場面哇，相當之矚目啊！你見到咧嗰啲人咧哇，咁多嗰啲外國勢力嘅咁樣，跟住坐喺側邊嗰啲，我相信都係外國勢力嘅一啲比較關聯嘅人士啦。OK 嚇。咁喺庭裏面咧，焦點就自然一定係落咗喺黎智英身上噶啦，係咪？因為佢係成單案件嘅主腦嚟噶嘛。早前咧，佢已經被裁定3項罪名成立噶啦。咁包括咧就係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同埋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而佢就長期利用《蘋果日報》去刊登煽動文章，推動社會對立。仲要直接乞求外國去制裁我哋中國同埋中國香港。控方就話啦，佢涉及到多達161篇嘅煽動文章，係完全超越晒嗰啲咩所謂新聞自由嘅範疇各方面嘅嘢噶啦。而今日喺法庭上面，控方咧仲要係特別地引述咗懲教署最新嘅醫療報告，顯示咗黎智英嘅身體狀況係非常之穩定，仲要好健康添。而家嘅體重過我好多79.2公斤，
同2020年被還押嘅時候，佢 kick 加埋80公斤，差唔多啫喎，係咪？咁啊，仲要屬於肥胖嘅水平添。咁啊，同嗰啲犯暴派坐監嗰啲，喂，完全唔同啊！即係嗰啲又話咩瘦晒啊，冇晒三高啊，成日等啊，坐完監咁樣。喂，佢唔係喎嚇。咁啊，啲人話佢坐完之後都未坐完嘅，坐咗入去之後肥咗又靚咗喎。喂，咁嘅話話啲咩健康有問題啊，成日等嚇，咁啊係講嗰啲人有問題啊嚇。佢而家仲要係屬於肥胖水平啊，使乜要去減肥咧？真係 OK。嗱，咁啊，所以令到外界咧就話佢咩暴跌10公斤啊，成日等呢啲全部都係假消息嚟嘅。佢係肥咗，靚唔靚我唔知啦嚇。OK，我覺得佢肥咗又靚咗，所以佢應該要繼續坐監坐落去，等佢越坐越順，越坐越靚嘅嚇。咁啊，今日咧仲要係行入去犯人欄嘅時候咧，可能即係有自信啊嚇，有自信啊。唔記得咗做戲啊！即係你話你健康有問題，你講哎呀苦扶我慢慢行先。拐杖喺邊啊？拐杖 OK 啊？佢自己行入去，唔聲扶嘅，可能入咗去之後死啦！可唔可以行多次咧 ？Take two 得唔得啊？導演啊，唔好意思唔得㗎。OK， 呢度唔係呢度法庭啊，呢度唔係片場。OK， 跟住咧就係佢仲要向旁聽席揮手微笑添。喂，精神狀態都好好喎，係嘛？嗱，其實呢啲嘢都證明咗所謂嘅健康問題咧，一直都係嗰啲反中亂港嘅勢力同埋佢啲仔仔女女啊，佢嗰個唔知有冇血緣關係嘅侄女啊等等去操弄去賣動嘅。講真，大話重複1萬次，雖然可能有啲傻仔信，但係佢始終都唔可能變成一個嘅事實。佢打嗰啲健康牌賣慘扮慘冇用，呢啲手法太過劣絕啦，太過差啦。OK， 懲教署每日亦都係有醫療嘅團隊去跟進佢嘅健康情況，提供適切嘅治療。包括有一次阿黎智英投訴佢隻腳趾受到感染啊，咩感染呢？可能灰甲啦。OK， 唔知啦，總之佢係感染。跟住哇，成棚醫療團隊衝晒過嚟，喂，點啊嚇？阿黎生，你腳趾點樣斬佢啊？咁樣檢查下啦。OK， 冇斬嘅，檢查下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就話冇，我唔俾你睇我隻咁矜貴嘅腳趾尾，腳趾唔俾，腳趾甲都唔俾你掂咁樣，拒絕接受檢查。之後咁點啊？佢見喂大佬，成隊醫療團隊衝晒埋嚟啊，冇得呃噶嘛，咁點啊？冇任何投訴。OK， 跟住2022年1月份嘅時候，佢曾經講過佢牙痛嘅。跟住咧，幫佢睇下啦。跟住之後咧，冇任何投訴。去到舊年9月份，黎智英就話當時聽力出咗問題啊，佢可能不嬲唔聽人講嘢。OK， 聽力出咗問題。跟住醫療團隊成天過晒去，點啊黎生？聽唔聽到啊黎生？有冇事啊黎生？聽力完全冇問題。嗱，換句話講咧，佢絕對係有得到良好嘅醫療服務，絕對係冇任何嘅不合理對待，亦都冇就到醫療方面咧向處方提出任何嘅投訴，各方面嘅嘢冇。反而佢話有任何嘅唔舒服，即刻成 team 人出動，保證佢唔好咁快死嘅。至於單獨囚禁嗰方面，外部勢力夾硬就話佢係強制嘅咁樣啊，夾硬要揾黎智英一個人咁樣，想製造成政治迫害嘅假象。但係事實就係黎智英呢係佢自己書面申請，喂唔該你等我自己坐得啦，同其他人坐呢，我驚俾人通櫃啊，你知啦，係咪先？即係佢都好受歡迎噶嘛，係嘛？啲人話佢又靚仔又成，係咪先嚇？冇事，咁啊佢自己申請 ，OK， 申請叫做個人嘅囚禁咁樣。因為呢間案件廣泛報導咧，佢就係擔心咧喺監獄裏面咧，佢就俾其他囚犯去即係捧殺佢啦 ，OK 吹捧佢啦。有啲人可能唔中意佢啦，所以佢自己要求單獨囚困嘅。咁懲教署就基於佢個人嘅意願提供個保護俾佢，佢仲每日有戶外活動嘅，保持住一個嘅社交聯繫。
屋企人亦都可以定期探佢㗎，佢大部分時間都係喺荔枝角收押所嗰度，從來都冇投訴過還押嘅情況㗎。再講下佢其他嘅被告啦嚇，咁首先個重光團隊嘅陳子華同埋李宇軒，呢兩條腸粉已經係承認咗咧，佢哋係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㗎啦。陳子華嘅代表律師仲求情話啦嚇，佢只係黎智英嘅傳話人添啊，佢仲全面地配合警方出庭去用金手指督黎智英出嚟，建議刑期扣減。我哋做到嘢嘅，我哋一定會支持你扣減刑期嘅，係咪先？咁李宇軒嘅代表大律師咧，亦都話啦嚇，李宇軒嘅罪行咧係重大嘅 ，OK 呢樣嘢係承認嘅，但係強調佢唔係主腦，佢冇主動接觸黎智英嘅，黎智英揾佢做 ，OK 主要佢做國際遊說，成個犯罪嘅主謀同埋金主係黎智英同埋 Mark Simon。佢哋先係成個計劃嘅幕後推手，而李宇軒就作為從犯證人，又提供真實嘅證供，幫手做金手指篤爆佢後欄，認為10年係一個合適嘅量刑起點，希望法官大人可以諗諗有冇得刑期扣減嘅。至於壹傳媒嘅高層張劍虹咧，佢嘅求情信就話啦。佢就曾經係盡力勸黎智英勸其他被告唔好犯法嘅，而佢嘅角色只有次要嘅啫。黎智英先係主腦，不過法官就即刻提出質疑啦，話成個串謀仍然係繼續咗一段時間，即係勸喻係失敗啦。咁喺法律上面要真正達到宗旨，先至可以受惠於一定比重嘅量刑酌情權嘅噃。咁所以佢嘅酌情權呢，佢嘅量刑呢可能會比較高啲嘅。成單案件幾個被告都指出黎智英先至係案中嘅重犯主謀，而案件裏面亦都有好震懾嘅即係一啲好震懾嗰啲叫做輕視咗香港法治嘅人好明顯嘅。OK 話覺得國安法冇乜嘢嗰啲友咧，你慢慢睇啦。OK 我哋香港咧講真係絕對唔會容許任何嘅外部勢力去滲入㗎，任何嘅反中亂港勢力去搞亂嘅，唔得嘅。任何人、任何勢力、任何背景都好，佢哋想去危害我哋國家安全嘅話咧，唔好意思，咩人都好，有咩影響力都好傳媒大亨又好，外國勢力又好，外國唔知咩黨派嘅負責人都好，都要為到佢哋自己所做嘅所有嘢、所作所為咧，去承擔翻責任嘅，承擔法律後果嘅。喺2019年反修例暴亂風波之後，我唔記得，我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有幾混亂，經濟受損，社會動盪。今日好彩有我哋香港國安法，先至可以堵塞住呢啲法律嘅漏洞，保障到我哋大多數市民安居樂業。所以亂港禍港嘅人士呢，一定要依法懲治佢哋，呢個先至係推動我哋維護國家安全維護法治尊嚴嘅一個重要里程碑。成單案件裏面，司法機構係獨立審理，程序係非常之透明公開，經過咗156日嘅審訊，判詞超過800頁，係差唔多20萬字。OK， 嚴謹到不得之了。相信法庭一定係會根據住法律嘅情況、證供、證據、事實，全部都會作出一個公平公正嘅裁決。我就會繼續緊貼呢單嘢同大家去報導下，講下呢單案件嘅狀況嘅。所以大家記得去繼續留意住民傑新時代咁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喺影片完結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民傑新時代頻道。記得撳埋個啷啷掣，揀個全部，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我哋下集再見，多謝大家 ，Thank you，拜拜。